個香港製造，你有幾熟悉？溪水。有冇常識㗎？飲啲冇煲過嘅溪水，飲屈臣氏水啦！屈臣氏水扎根喺香港超過120年，持續創新，陪住香港人做運動。香港嘅夏天咧，熱到人都燥底。喺呢個快節奏嘅城市生活咧，一支香港出品嘅雀巢裝飾甜筒，唔單止透心涼，仲係我哋日常嘅小確幸，令我哋重拾活力。喺呢個充滿挑戰同埋機會嘅地方，勇敢追夢，同呢支甜筒一齊做香港第一。呢支李錦記舊裝特級蠔油係每個香港人屋企必備嘅醬料，由香港製造到扎根喺香港，去到而家咧已經登陸到全球超過100個唔同嘅國家同埋地區，秉承百年傳統嘅味道同埋卓越品質，將香港味道發揚光大。奇華手信載滿香港人情味，插國際市場喺全球咧有超過100間分店。呢個味道就係香港人嘅驕傲。原來陪咗我哋出汗、成長、煮飯、過時過節嘅，都係香港創新設計同埋製造。由創新園 InnoPark 出發，行得更遠，傳得更廣。創新園提供最先進嘅設備同埋支持，為傳統工業成就更大嘅夢想。